个经营酒店调离的花莲太鲁阁有部分的员工已经互救到指挥中心，因感谢搜救人员的辛苦。看到内政部长林佑昌怎哭出来，哭讲地震的当时真正真可怕，即摆收起来也会惊。部长甲因安慰讲无代志咯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没事。这一辈子。对，没事，对，下来了就安全了，没事。朋友也骨折。对，那个都已经在救治了，好，马上会听到那种声响我都会怕。对，没事了，好，不会，应该的。谢谢你们来救我们。要不然我不知道你在山上能要待多少天。感谢大家。那有什么需要可以跟部长可以跟部长说你们底下有什么需要？我只是谢谢你们来救我们。要不然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。半夜石头一直砸下来，很恐怖，都睡不好。没事了，好。等一下，好好休息。每个人都有阴影感，真的是怕，每次听到什么声响，我们都会抖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